嚟到呢個中山珠海，每個人即刻諗起雞食乳鴿啦，仲有石岐乳鴿啊！所以我上次去到某一個中山商場之後，一轉彎就即刻入咗去呢間金剛鴿王啦。但係試過之後咧，我就決定再揾下其他鋪頭，尋覓我至愛的石岐乳鴿。呢一間未入到我嘅選擇範圍裡面。呢度咧就係去 IMAX Cinema 啦。佢入咗會咧，長期好似有唔知打成6折㗎，同埋俾一小貼士大家嚟到國內食完飯咧睇翻場戲咧，記住用手機 app 買飛，因為 walk in 買飛係貴好多㗎，基本上係冇人會咁做嘅。由 B1 上到嚟呢一層咧，係一啲服裝店啊，同埋飾物店啊，乜都有啊。Uniqlo 又有，即係可能貴少少 Juicy Couture 又有Adidas 啊嗰啲。咁頭先咧仲有一啲攝影器材嘅專門店啦，即係佢個係 mix 晒所有嘢嘅。你會見到有啲比較高檔輕奢嘅珠寶品牌啊都有。我覺得呢個商場真係幾好喎，平又有，貴又有，一站式啊！同埋咧我覺得咧國內而家咧，即係有好多國際品牌進駐咯。即係以前咧買國際品牌嘅地方係少嘅，而家係任何行入去啲大型商場已經有啦。Tesla 都有啊嗰度，即係我覺得幾好，成個商場乜都有。我前面呢一列就係一啲高級啲、再高級啲嘅品牌啊，即係咧卡地亞、Omega 啊嗰啲錶啊嗰啲都喺晒入邊。買完手錶就買車。我好中意睇家私店㗎，睇下間係賣咩家私嘅先。哦。應該係中國 designer， 然之後咧係喺個意大利做嗰啲家私。哇！我覺得呢間商場咧真係好集中。頭先喺 B1 見到嗰間即係比較平民式嘅 pizza 啦，呢度都有間，即係 Pizza Hut 同另外一間都有咯。即係同一類型啦，係有唔同選擇㗎，唔會話得一個品牌喺度。湖南菜食呢啲嘢嘅，哇！我中意食甲魚啊！這是我們的招牌蝦米。我哋快啲去下個海景長廊啦，因為咧環宇城咧喺個珠海唯一一個海岸邊嚟。作為珠海第一座真正意義上嘅軌交上蓋綜合體，由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 RLP 為中海地產打造嘅珠海環宇城，位於主城區前山河畔，近鄰前山城際鐵路站，地理位置得天獨厚。位於珠海市嘅珠海環宇城 UIM Park 於2021年落成，佔地67000平方米，係珠海市最新嘅大型購物商場，同商場連接係5星級萬麗酒店。呢個商場咧係成個珠海裏面唯一一個有呢個海景見到㗎。中國人真係好中意打邊爐，你睇下前邊有間椰子雞，跟住頭先個豬肚雞，呢度就雲南野生菌火鍋。你想食咩火鍋都有喎。快啲睇下呢間鋪頭有咩食先。我覺得喺國內咧拍介紹餐廳嘅好處係咧，佢哋好 welcome 啲網紅去拍嘅，甚至我哋唔係食客咧都可以入到嚟睇咗有咩嘢食先。呢度好明顯就係日式 section 啦，前面就中菜 section。哇！佢有成個
成個腿呢個西班牙火腿擺咗佢。有啲熱盤 standard 中式嘢啦，有個羊蝎子。咁好啦，我哋睇完呢度就睇下嗰邊啦，呢邊係盡頭嚟㗎啦。本身咧，去國內咧食呢個魚生已經唔好咁大期望啦，更何況buffet咧，我睇佢啲魚生咧就唔係我嘅口味啦。有好多火鍋料，羊又有，牛又有唔同類型嘅魚啦。跟住唔少得有鐵板燒啦，嗰邊有牛扒、鵝肝嘅啦，我估我哋過去睇下先。咦！我估中咗，真係有呢個鵝肝同埋比目魚鐵板燒。喐緊㗎，喐緊㗎！頭先我真係諗佢攬埋一嚿嘅，應該係仲喐㗎。唔好俾人見到。嚇！喐緊㗎，喐緊㗎。跟住呢邊有啲燒烤嘅熟食，同埋飲品區、甜品。哦，好啊！哇，海鮮啊！我諗係俾人睇㗎，我唔會成條鏈子俾我撈得出嚟啦，我估。哇，仲有蒸蠔啊！又係工作人員幫你整嘅。仲有啊，呢啲係叫做鮮牛肉啊，即係新鮮湯出嚟。同埋有雲南嗰啲奶茶。好啦，睇咗咁多。幾錢至得㗎？我哋行下出去，我連蒸蠔唔好入嚟㗎嘛。而家揭曉究竟幾多錢啊？頭先咧就見到啲嘢食啦，原來咧成人就168蚊位啦，長者咧就係128蚊。兒童都係99，咁呢個價錢坦白講，食飽多選擇，我覺得已經係 OK 㗎啦。睇完佢嘅菜式之後，我決定都係叫散叫嘅餐廳食飯今晚。嗰度好得意喎，係咪有馬仔騎咧？唔知。我同埋咧，我發現咧好多咧內地嘅商場咧都得玩撈金魚㗎，但係啲金魚好大條㗎喎。同埋咧，除咗撈金魚之外，永遠都有咧1、2隻兔仔俾你餵。我覺得好處係可以俾啲小朋友多啲認識動物啦，同埋認識點樣同動物相處啦。雖然有少少殘忍，韞住隻兔仔喺度。哦，我仲以為室內馬仔添，原來係一個有托兒中心，裏面有好多唔同嘅設施，可能有啲有啲閱讀區啦，有啲烘焙地方啦，畫畫啦。哇！咁其實呢一個真係親子商場嚟嘅喎，又可以滑雪、打機，有個托兒中心裏面咧，其實係可以教下整下啲小食啊，跟住又可以畫畫啊咁樣，唔錯噃。跟住對面又有呢個國內小朋友至愛品牌 Mi-Land 啦，其實都唔係好小朋友嘅，睇下咁大個，我諗佢都超過10歲嘅小朋友都係玩緊遊戲機㗎。呢度有個 IMAX Cinema 嘅，咁呢度我哋而家就位於3樓啦。3樓似乎係集中咗幾間嘅火鍋店。呢一度咧都有香港品牌進駐喎，除咗有牛角燒肉之外咧，仲有個元氣壽司啊。跟住呢度越南菜啦，大家樂都有啊，有好多香港嘅品牌㗎都。同埋呢間
佢咧嘅就係國內火鍋牛潮汕牛肉火鍋品牌啦。咁近排咧香港開咗間鋪頭嘅，我頭先就俾呢一度吸引咗，睇啲價錢先。呢一度咧仲有呢個大家樂同埋麥當勞嘅。如果你一個週末嚟到個珠海都仲係咁掛住香港嘅，可以食下香港嘅味道，大家樂或者麥當勞啦。咁我覺得咧，適合一啲香港人可能買咗樓上嘅住宅項目咧，有時都會掛住呢個劣食，唔係劣食，即係掛住啲平民嘅快餐店噶嘛。呢度都可以照顧到你喎。其實我想知道佢哋豬扒飯幾錢㗎？因為香港嘅豬扒飯越嚟越貴啦。我去親呢個大家樂大快活咧，通常都係食咖喱飯同豬扒飯。唔知佢呢度大家樂係貴過香港啊，定係平過香港嘅咧？哦，豬扒飯42.8，香港而家幾錢啊？香港都應該差唔多，不過冇杯嘢飲咯。即係其實計埋人民幣嚟講咧，其實同香港價錢差唔多。哦，呢個就其實幾抵喎，佢係板前料理，即係 omakase 啦。喺呢度300幾蚊食到 omakase 喎。不過你就唔好預佢嗰啲係一啲日本來貨啦，我估，因為有個三文魚刺身，其實我諗比較少咧。omakase店係有隻三文魚刺身嘅，有不過係嗰啲野生日本三文魚咯。不過如果你掛住呢個食日本菜或者壽司，我覺得我會揀呢間多過元氣咯。Pizza Hut 都有啊！我覺得 Pizza Hut 咧以香港食嘅價錢真係搞唔掂，因為我覺得性價比好低。哇，其實咧國內都有幾多放題，大概300蚊就可以食到呢個極上和牛盛宴課題喎，日式餐廳嚟嘅喎，喺度係嘛？係喎，食和牛嗰個。珠海環宇城西西弗書店就1993年西西弗書社喺貴州遵義成立，1996年進入貴陽，2005年成為貴州省最大嘅民營書店，2008年進駐重慶，首次實現跨省連鎖，2014年起跨地域連鎖步伐加速。係啊，我又要重提。我細個咧睇書嘅時候咧，好中意買簡體字版，因為咧平過繁體字版好多，香港版好多嘅呢一本經典，大家未買都快買嚟睇下啦。即發哇！呢個唔知咩菜式，但係啲嘢超平，20-30蚊有交易啊！全部啲嘢碟頭飯啊嗰啲咯，仲有頭先覺得喺出面望入嚟冇乜人嘅，但係而家有好多人喎。豬肚雞啊，睇下幾多錢先。白胡椒豬肚雞細份88蚊，椰子雞煲100蚊有交易。呢間都好多人排隊喎，呢間。